不人人学习，时时学习，处处学习的终身教育目标。7. 永续校园，绿色环境新采一，降低班级数，危险教育整建，改善校园硬体建设，营造人性化学习空间。环保。7. 优特色学校，学区植树计划，绿化校园，生气人心，美化心灵。学校社区产业文化，建立学校社区生命共同体，结合区域资源，加惠学习内容，提升社区独特文化素养。8. 课程发展，学校本位新内涵，教学发展课的成立，统筹新课程领导指南，辅导深耕团队的运作，共赢教学相长，彼此切磋理念。学校本位课程的建构，因地制宜，弹性发展各校课程特色。标杆100，教学卓越奖 UNESCO Green Teach， 激发教学热力与创新。9年一贯博览会的展示，呈现多元的教育内涵与成果。9一校一团，神采奔放新技艺，一人一乐器，一校一艺团，结合地方文化资源，建制人力资源网路，引导文化特色走入校园，落实艺术教育，丰富学习内容，营造校园新活力，延续文化薪火，使人才专业依法遴选新血轮。教师甄选，贯彻公平、公正、公开原则，主任除训，符合学校需求，配合教师意愿，储备优秀之行政人才。校长遴选，建立遴选制度，以透明化、专业化、民主化之公开作业流程，慎选品德为先、能力至上的教育领导人。11. 家庭教育，办理辅导中辍生，推动中辍生辅导工作研讨会，举办亲职教育活动、中辍生辅导志工培训及在职进修，整合社会资源网络，增进家长对中辍生之关怀，进而让中辍生回归学校教育体系学习成长。亲爱的老师，理想凝聚你我情感，热情拉近彼此距离。4年来，我们携手同心为南营教育写历史、创新机。孩子的成长不能等待，教育的脚步无法停歇。
焕智始终将教育的建设投资摆在第一，只因教育是我们共同的梦想，是我们对孩子、对家长永不止息的诺言。让我们共同努力呵护疼惜南县教育苗圃，培育南营学子，让孩子赢在起跑点上。祝教师节快乐！县长苏焕智，县长贴心话。杏坛浩瀚情诗恩永飘香。更正这个科那校定了，结果忘记把它删掉，打上这个正确的。刚刚用文字扫描器扫描好了，把它贴到这个上面有校定过一次。它这个呵后面那个字才对，前面那个呵责是骂责备，这个呵护是有点比较算是接近称赞鼓励的，所以呢，前面那个言字旁的呵要删掉，这样才正确。呵护啊，把它选取，然后可以朗读啊。让我们共同努力呵护疼惜南县教育苗圃，培育南营学子，让孩子赢在起跑点上。中华民国90年代了，台南县长苏焕智在教师节之前发出来的文件呢。到了民国99年，公元2010年，台南县市就合并了，好像是在圣诞节那个时候合并了。到了中华民国100年，就变成大的台南市了。